奈之土方舍火有六子七将，凡天吕次的开元国东土而下来，以次反于次，不肯事。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且酒三山托红醉了菩萨，国南设一个大天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邪收回礼，天众佛自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天衣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生？自为娘我悲痛泪眼子呼唤耳众等宿东登莫要在脸如若是天衣邪教与尔等耳哪个亦不肯在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吃东国子可引清泉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期末打开普度清烧书心计请清度佛缘降到乃为救良善降劫乃未收恶煞血泪与于汉子归需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末节时期把握经现教圣法前不畏考验坚守愿解共不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共无量尊严在里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下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环理气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能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前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理天之境不能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一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意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实洲际东海有山名五所山上有大桃树盘区三千里曰寒母武帝内传7月7日西王母降祭仙桃4颗与地第10折收其壳欲种之母曰此桃3000年第10中下地国种之不生地乃止论无极为圣意至善宝净净而精通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义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境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处以道为母我命七国治理坤乾一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地地名会生人
真会人灭有会地灭居会边灭太会混沌美会各10800年1元共129600年七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6000年北方生玉佛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下三春佛3720年西方有长增佛7080年即10800年陈会西北方空谷佛5284年东南方龙野佛5516年即10800年四会东北方即天佛5800年伏羲是代理佛500年即6300年五会中山佛收元然灯普佛清扬旗掌天坛莲慈会释迦文佛弘扬旗掌天坛灵山会弥勒古佛白扬旗掌天坛龙华会万八在计数足边尺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地10800年地完全智慧会数景智智圆满母会圆灵收回又会灭地居会灭天太会重回混沌清气升为天坛不至星斗浊气降名为地土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不满的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众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众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土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均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气底已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淫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别相交替阴阳阴均而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天天妙开地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此即是真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己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亦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OCC_OCC_2/ 意图象集生化5万点 JPG 天既成地既立万物其北东土里无人焉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以其北这就是象天亦称娑婆世界贪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世界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焉缺少男女
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桀为母，我无奈之苦，方舍我有6子7将。凡间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替己，寅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有6人开国子，以其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开元国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藩。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元佛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下且就3山坡洪罪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且救。在3山坡洪罪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开国子，设一个大千时期来洗澡，趁机会添一些